珠海金灣航空新城從開發規劃至今一直爭議不斷啊！珠海市政府給予佢西部城市中心、城市副中心嘅定位高度，總規劃師係由有住新加坡規劃之父嘅劉泰格親自操刀啊，係珠三角地區少有嘅先規劃再建設嘅新城成功案例。最具爭議性嘅係，曾經35,000蚊一平方嘅高企樓價，再到至今不足2萬一方嘅呢個價錢，究竟係價格泡沫，抑或價值回歸呢？當配套一一兌現，你又覺得會唔會物超所值？成個航空新城咧圍繞住中心湖分咗東西兩個板塊，而中心湖嘅四邊咧分別分佈咗5大中心啊，包括我哋金灣嘅地標嘅市民藝術中心啦，連同有住金灣第一高樓210米高嘅華發國際商務中心。仲有我哋珠海民生重點工程嘅金灣市民服務中心，提供一站式辦理所有政務、辦事省事又方便啊！仲有藏書超70萬冊嘅金灣圖書館檔案館，仲有珠海西區規模最大嘅商業綜合體華發商都，日常嘅吃喝玩樂、購物消費、生活配套非常之完善。喺呢度重點講一講華發商都咧，啱啱都開通咗來往香港嘅直達巴士線路。金灣區作為銜接港珠澳大橋嘅落腳點，亦都係提供咗給港人一個優質嘅選擇啊！隨住港車北上嘅政策開通，港人北上消費嘅習慣越來越突顯佢嘅便利性啊！你可以試想一下，禮拜五收工同埋屋企人一齊駕車，2個半鐘頭就可以到達我哋嘅航空新城，逃離香港一個快節奏嘅城市，享受金灣航空新城嘅自然生態，帶住小朋友喺濕地公園露個營、燒個烤，玩攰咗去華發商都食個飯、睇場電影，係咪非常之寫意呢？玩足2日2夜，禮拜日夜晚食飽飯先揸架車返香港都仲有時間啊！講到咁好，咁金灣航空新城我哋究竟有啲咩嘢選擇呢？粵海集團作為廣東省省級國企，佢深知道地段嘅重要性啊。而粵海十貴府距離華發商都只不過係500米嘅距離，而作為航空新城板塊入面為數不多嘅現樓項目，粵海十貴府就係你上車珠海嘅不二之選啊！地理位置優越嘅屬性簡直係毋庸置疑。受地塊規劃影響咧，粵海十貴府係分3期開發嘅，而依家賣緊嘅現樓就係我哋嘅第3期。OK， 咁我哋嚟到我哋今日嘅主角粵海十貴府啦。頭先咧，我哋喺航拍嘅片段已經講到啦，粵海十貴府咧係分咗3個地塊3期去開發嘅。咁我哋依家所在嘅位置咧就係我哋第3期地塊啦。咁我哋鏡頭見到啊，後背底咧呢個位置咧有啲11層高嘅洋房嘅，咁咧仲有呢一個32層高嘅一個高層嘅。咁我哋見到成個小區呢個綠化靚唔靚啊？因為咧我哋已經係一個現狀交付一個狀態啦。咁咧小區咧第3期嘅話咧係一個 L 字形一個地塊，佢係屬於一個不規則嘅地塊，但係咧可以好簡單俾大家睇到，成個小區嘅陸地方咧係冇一架車嘅，可以做到人車分流。因為佢3塊地其實並不大嘅，而我哋第3期咧一共咧係5棟樓。咁我同大家講清楚一點咧，就係話航空新城成個板塊入面要做到細積65平方嘅，就僅此粵海十貴府呢度先可以有到。咁咧，我再強調一下啦，我哋依家賣緊嘅面積段有咩咧？65嘅2房，77嘅3房，89嘅3房2衛，仲有一個91嘅樹廳3房啊！最大嘅面積係去到我哋頭先所講嘅洋房嘅呢個11層高嘅108嘅4房，所以咧我哋嘅產品段咧亦都係非常之豐富，亦都係依家航空新城板塊入面少有嘅現樓交付個項目，即買即享受。走，我哋上去睇一睇。OK， 咁我哋上到嚟示範單位呢一層啦，可以見到啊2部 lift 啊就配咗6火嘅，咁咧。我哋呢一邊咧，今日主講嘅係一邊嘅呢2個單位啊，一個係77方，一個91方。咁咧，我哋而家先睇呢個91方，91方相當於換算尺嘅話咧，係980尺嘅。咁咧，門口入到嚟呢個位置，一入到去
有一個廚房喺呢度啦，廚房就簡單帶過就得啦，因為呢種咧比較傳統嘅格局，一個樹廳，餐客咧係連埋一體嘅。餐廳呢度咧輕鬆咁放個6人台其實 OK 㗎，亦都可以做一個卡座。咁咧客廳咧係可以做到一個12尺嘅一個闊度啊，所以咧住落去咧 sofa 電視嘅距離咧，你可以標準化一個60-70寸咧係冇問題嘅。咁客廳直出陽台，咁咧見到啊，呢啲玻璃都係雙層中空隔音隔熱嘅，亦都可以防颱風咧。因為畢竟咧珠海呢一邊咧都係一定有颱風嘅。咁客廳出嚟陽台呢度睇到啊，對面咧呢個景觀視野係咪好 OK 啊？呢個 view 咧可以睇到前面呢個就係紅鶴大橋，連接過去咧就係環球啦。咁咧我哋會經呢條橋翻去我哋市區嘅，而且咧鏡頭底下見到嘛，華發商都連埋市民服務中心同埋中心湖咧都喺前面呢個位置嘅。轉翻過嚟睇到嗱，呢個濕地公園啊，就喺我哋前面，步行就2個街口就到啦，大概咧就係800米嘅距離。呢個小學都係有名堂嘅，領航小學，同埋前面係佢嘅幼稚園啦。咁我哋見到對面呢度仲有，我哋想買家私就去華發家居呢個家私城就得噶啦。成個中心河濕地公園就喺我哋眼底啦。而且你睇到嘛？呢一個現樓，而且係高層有海景，喺珠海金灣真係難得㗎。而且個客廳嘅尺碼可以控制得咁好，非常之舒適。咁咧傳統格局有傳統格局嘅好處嘅，就係動靜分區啦。咁我哋鏡頭過嚟睇一睇，呢一邊呢一間房3面嘅落床啊，放一個標準嘅衣櫃，4門衣櫃係啱好嘅。而且咧飄窗，平時坐住喺呢個位嗰度體驗一下生活，望住呢啲海景，真係好舒服嘅。咁咧空間設計咧就係比較常規嘅，對面呢個位置咧就做咗一個3段式嘅乾濕分離嘅廁所。嗱，淋浴間嘅尺碼都係啱好嘅。咁最後呢一邊咧有一間細房，呢間細房咧其實咧緊湊啲，做一個1.2米床係啦 ，OK 嘅。咁辦公台啊同埋呢個衣櫃咧都係需要定制㗎。主人房呢個位置係一個套間嚟嘅，咁我哋入到嚟鏡頭睇一睇啦。呢個位置咧係配一個鑽石嘅企缸，馬桶嘅位置咧就將就少少，但係咧畢竟喺珠海嚟講咧，91平方呢個尺碼咧唔算太舒適嘅，佢係屬於一個剛需上車嘅一個尺寸。嗱，床咧都係標準可以放一張1.5米、1.8米，其實都係可以嘅。咁睇翻3邊落床，配咗一個大嘅一個飄窗啦，呢個飄窗都係同樣嘅。呢個戶型咧特別之處就係3個開間。即係3面嘅朝向都係一樣，而且都係可以睇到海景同埋高爾夫球景嘅嚇。咁咧，今日呢一個91平方係清貨嘅階段嘅，非常之有吸引力。咁你覺得點啊？如果有需要嘅，下方私聊我。